乡亲啊，抬头看天，无的确你会发现讲，看到这个蜡叶的次数，哪像增加了。乌烟俗称是麻叶，也则是蜡叶。农委会列为第2级珍贵稀有的保育类的野生动物。1980年代，因为农民惯使用农药甲鸟鼠仔药，一度让这个蜡叶的数量快速来减少，面临着断绝的危机。好你家在，这几年来，屏东科技大学鸟类生态研究室的研究员说服农民莫用偷的，莫偷鸟仔，莫偷鸟鼠，改用食物链生态的防治法。而这个产地来按70价，和这个乌翅鸢、鸟头鸟这类的猛禽，会当伫个产地来休卡找食。结果，这个猛禽拢变做是农民的掠鼠仔工。这项互婴仔的计划嘛，豆豆收到效果。珍禽的守护者，继续来看咱的报道。农田它不只是作为生产的用途，它还有很重要的生态的功能。架这个鹰架之后，它可以帮我们捕捉到很多的老鼠。在这片土地，真正的主人是他们。他们就有点像是矿坑里面的金丝雀。保育行动的推展，透过他们参与的热情，觉得非常有力量。鹰仔架顶这只港的乌石鹰一举一动，互摄影机完整记录落来。镜头中，伊伫遐吹风纳凉，正享受。无张伫另外一只母用真紧的速度冲入来，将伊甲踢落去。这个趣味画面，场景来自台湾农村田岸边的鹰仔架顶，乌石鹰吵吵闹闹的日常。再看第4套，把2节的竹竿接起来。这日天集会场所是屏东县高树乡的智慧先导书院，参加的人差不多拢是农民。一根水管就先把它放到洞里面，可以把它3角固定住，然后这边绳子拉，那边一个人推，这样就可以把栖架立起来。这嘛是屏科大鸟类生态研究室上早选定伫高树设鹰仔架农耕地。休耕期，他们会种杂粮，农民毒鸟，因为鸟会去吃红豆的苗啊之类的，所以是毒鸟事件造成那一大片3000多只的鸟死掉。对。看到这个鸟引起食到田内面的稻米死去，因决心做淡薄改变，和无辜消失的性命袂讲白白牺牲。2011年的时候，我们开始做黑鸢的研究，去调查，然后发现说，黑鸢它面临的2大生存危机，一个就是后泥当的那个加宝福的农药，另外一个就是老鼠药。那后泥当2017年的时候，政府已经把它禁用了。老鼠的问题就是老鼠药是没有办法马上把它禁用掉的。那我们就是想说，那我们应该要去寻找比较友善的替代方案，让至少有不想用老鼠药的人，他可以先有其他的方式。在农村减用农药啊，减少对生物链的干扰，期待当环境变好了后，物种就会使表现出属于因上原始的样貌。2011年，因伫高树设6座鹰仔架，拍算和英国农业操作想法小可做调整。这边的地景呢，就是很靠近山，整个沿山，所以呢，这边就是很多猫头鹰的出没。那再来呢，就是三岛书院的栖架非常特别，它拍到非常多的凤头苍鹰。时常出现伫看后拿以小型动物为主食的粉鸟鹰，卖到鹰仔架顶面小休困一下，整理一下毛，也是用真来目睭找找蜡纹。动物最聪明啊，没有农药的，它一定先来。秉持自然农法的田园操作者，将原来往来田路平和隔海拔的浅山生物有休困的所在。会留一些果，我们就会留一些食物给它。那一些动物它会来，那飞禽类它也会帮我们抓老鼠啊，抓一些昆虫啊。人工假后倒修补它会，你就发觉很多东西来去就爬来爬去，很好玩。串联浅山动物甲人类的友好关系，往来田红龙果园拢已经有采鹰仔架，生态环境瞬间被注明是优先2字。在不同的农作区设栖架，秉持自然农法的农民呢，他们透过了自动照相机还有摄影机，有了惊人发现。红龙果园鹰仔架采不偌久，就乌石鹰来过。
每一个区域它所会产生的物种是不一样的。像我们在这里有看到很多野兔。它的巢在这吗？它应该是掉下来的。掉下来的。这是什么鸟？哇，它骨折。嗯。那怎么办？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想办法。会不会是那个啊？红嘴黑臂？我也在学习啊，因为这么多让我们很惊喜的一些生物啊，我们就很感动。乌蝇标本会伫每一个营仔鸡说明会中出现。连续是提醒参加这个会议的人，伊是伫田园中中毒而死的。因为伫农村要治虫治鸟鼠啊，用农药啊上省时，嘛相对较方便处理。所以讲要调整这个旧年的习惯，这个任务好像是有淡薄仔困难度。伊是来自台湾各地青农，是农村甲民间未来真有影响力的政治教官。Hello， 各位朋友们，感谢今天呢大家来参加活动。那我们现在就往室内来移动哦。今天的活动呢，就是等一下会由洪博士来为我们讲解阴栖架。林慧珊甲洪浩武是滨科大鸟类生态研究室的研究员，因为2017年起，就展开设鹰仔鸡计划，希望为农村开始拍鹰柜、以药啊偷鸟鼠的恶性循环，回到上当初无足以致命，嘛无受过干扰的美好。黑刺螈它就是主食鼠类的模型，我们验了74只，将近90%体内都有老鼠药，这个也是我们在野外遇到的。一只黑鸢，它就倒在地上喘气。2019年，伫屏东某一个农地，研究员发现一只要死的小红仙。它还活着哦，然后你看它就是这样喘气，然后我们就赶快把它送去那个野生动物急救站。中毒的小红仙经过急救嘛成功的野放，未避免恶性的循环，医院需要请鹰仔来斗3工。如果有老鹰飞过去，就是路过的时候，看到这里有地方可以站，它就会站到上面来，那就可以增加这个老鹰在田里面停留的时间。以自然农法加入生态保育的行列，为守护环境带来友善甲正能量，效应正在扩大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书院这边拍到什么鸟。最常见的还是这个黑刺螈、菱角鸮，凤头苍蝇是比黑刺螈还要更大型的鸟。叫这个鹰架之后，它可以帮我们捕捉到很多的老鼠，好，帮我们除害，好，然后之后呢，你又不需要再花那个药的钱。来自台南东山区王良景，带理念共款的青农好朋友，落南到屏东到高雄出境。第一次看到黑刺螈，有觉得很惊喜。有的，对，常常都在那个 YouTube 上面看，但是我家都没，3个多月过后，都天天都有来。他发现这边可能是他可以抓到食物的一个地方。看到很多那个农友，他们其实都很有兴趣，然后想要在田里面做尝试，感觉还蛮有希望的。其实是可以慢慢的把它推展开来的。这黑刺螈，我们看到黑白相间，眼睛红色的，你在你的田里面也会拍得到的。那它也是台湾的新住民啊，刚好你也是我们台湾的新住民。2001年为越南来到台湾生活的黄世正，大家拢叫伊阿九。阿九的田嘛时常有鹰仔出现。所以你有看过多少种的老鹰？我看到飞上面很多的，什么颜色的？有黑色，有那个白色，看起来是鹰的样子的。对，我不会分。它起来了。今天要来找老鹰的吗？阿九的三架地拢种金旋往来。这个拔起来，我们放这里。伫往来横设的鹰仔鸡，对本来就以自然农法的生产作物的阿九，讲起来尽管是，毕竟这就是以熟悉产园操作模式。有时候看到兔子呢，有时候老鼠，有时候像果子里，我有果子，叶子特别茂密，这边就马上砍掉这个。开花结果后的往来叶啊，必须要铺较短的、扭较宽的，和鹰仔架顶的鹰啊，会使透过因的目睭去看到鸟鼠啊。
彰县高树乡是台湾金钻凤梨的主要产区之一，在田间设栖架，包括黑翅鸢还有菱角鸮，就有可能日夜轮班，帮农民去除田间鼠害。猎鸟鼠啊，乌石鹰是日班的。不定时出现的鸟头鸟轮大夜班，猎鸟鼠啊，保护田园各生态，同款有功劳。在农村提出主张，怕什么改变过去的习惯，无的确有淡薄困难。鼓励大家往友善农村的方向做伙行，这是研究员坚定的信仰。因为阿九他本来就没有在用老鼠药，所以他田里面多多少少还是会有一些老鼠的问题。那如果我们设置那个老鹰栖架的话，就是刚好 match 到他的问题。阿九，你有看到老鹰站在上面过吗？有啊。那你有看到抓过老鼠吗？我还没有看到抓老鼠。有拍到那个凤头苍鹰。我们现在要换记忆卡跟电池，我们每个月会来收一次。地面相机拍到兔子的。看我改天拍到山猪，马上告诉你。没有用啊，山猪已经吃完了。大个月拢验收成绩，看鹰仔架顶有什么人来做客。这是红尾伯劳，它是候鸟，看起来应该是就是这个月刚到台湾的。我们在这附近啊，要找完全不用老鼠药的农夫不多呢，凤梨农其实不多呢。靠你多帮我们介绍吗？鼓励农民减用药啊，降低人类对土地甲浅山动物的伤害。毕竟为2010年研究团队深入了解鹰仔生态以来，看到真侪伫野外被偷视，也是去食到毒鸟鼠死去的鹰仔，每一个无辜消失的生命，拢是研究人员心内上深的痛。之前进来有没有觉得肩膀重重？我们来看看这里面有什么。这都是小鸟，3只的黑鸢。冷冻库的每一包塑胶袋啊，摕起来瞬间心情拢真沉重。像这几只都是黑鸢，前几年总共验了200多只的猛禽，超过60%体内都有老鼠药。农药啊、鸟鼠药啊，用一个无透动、透过食物链一直扩大。在食物塔顶端的猛禽的确上吃难。那其实我们这几年还是陆续的有在发现这些中毒的案例，做了这些努力之后，真的在野外可以看到它们族群量上升的这样的一个效果，就能够找到一些证据去证明，某些东西的危害，这是比较重要的。我们去看之前放草箱的地方。研究员总是想尽办法连接各方面的资源和生态教育，会使在各种的领域继续发挥影响力。你的田里面有适合的位置，也可以挂这个箱子。这日天因来到高树的泰山国小，看讲校园内敢有适合放做寿的箱的树啊，和鸟头鸟原理带伫遮。学生的家长大部分都是务农为生，周遭环境一些生物的友善的的一个观察，那进而呢回到家里能够去协助家长，能够减少田里面的一些用药。不过真的会住什么也不晓得啦，对我们来讲都是一种惊喜。我们来拍到这一些美好的片段之后，可以把这些带到学校里面，带到乡间里面，让它去有一个不一样的发酵的过程。像现在雨天应该很少了，就那只了。对，其他的可能都躲在树林里。看尽了老鹰的生，也看尽了老鹰的死。我们有一些不一样的行动，让更多的人可以认同，这个跟我们一起生活在台湾的土地上面的这么漂亮的老鹰。有看到吗？没有啊。对，这种下大雨可能不出来了。河中2只鹰仔徛伫大树枝顶，落雾叮当，点点承受这场西北雨的自然洗礼。我们其实无时无刻都在想各式各样的点子，像是老鹰的栖架，教育推广的方式，看看能不能够从同温层突破到异温层，到底有没有办法就是群鹰乱飞？其实我也没有这样子的桃花源的画面啊。农村就不仅是他们的食物来源，也是我们人的食物来源。他们就有点像是矿坑里面的金丝雀，去告诉我们说，我们生产食物的地方
出问题了。认为伫农村用药无妥当，或者猛禽有杀身之祸。他不是要刻意去杀猛禽，可是猛禽会因为这样子而死掉。他们本来应该就是农民的好帮手，会去帮农民抓虫啊，或是抓老鼠啊，对蛇，用这样的手段不小心造成它死亡。所以我们会越来越依赖农药，这样的会有一个恶性的循环。鸟类生态研究团队试图说服更加侪农友透过田园营养价，吸引大自然内面掠鸟鼠的专家来遮后，生物封闭方式，卖使以平和、无伤害土地甲栖地成本的手段，豆豆解决农民的烦恼。优先土地、永保安康、环境影响，这个议题也未煞。